请投球。副总统赖清德做投手，替科技棒球嘉年华来开球。这场活动由台南市政府甲南台科技大学共同主办，要展现台南市的棒球科技甲创意。棒球文化是未来社会文明非常重要的一环。那科技的导入是不可或缺，在这一条路上，或在健康台湾的路上，我会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共同努力。我想很多的运动项目都需要跟科技结合在一起，才能够成就运动员最大的爆发力以及最好的运动成就。从运动科学只是纯粹做学术研究，到运动科技是要做产业发展，并且以台湾科技产业的实力，一定可以把运动科技做到全世界第一的。嘉年华除了会当看棒球比赛以外，也可会当现场体验多项科技棒球的相关设备，参像是南台科技大学 AR 武术，也有电视智慧举牌2点控，提供全面准确的运动表现数据，同时甲高速影像，互参加的民众专心佮趣味的体验。台南新闻上海采访报道。